美国总统川普按说要伫3月初4对墨西哥佮有加拿大来进行新一波的关税政策，敢会影响到咱台湾的出口呢？有专家是指出讲，半导体要扣税是真复杂，美国政府应该是袂凊彩就实施，所以对台湾影响无大。美国主要是想要透过关税的谈判，甲其他国家做回来对抗中国。美国总统川普上任，新的关税政策充满无确定性，互市场的消费者脚步放慢，走向观察。25台股开价，早盘开出23376点，了后捌落超过300点。市场对半导体的态度嘛转冷，台积电开盘是1060块，盘中上价了加1050块，拢总落25块。各界拢真关注美国对台湾后一步的举动。因为我们是去收集情报啊，所以对谈的这个对象就是我们的顾问啊，行政上面的这些认识的这些官员。经济部派团队收集证据。另外，智库大经院嘛发布国内2月份景气的调查，对外贸易的部分，虽然1月份工作时数比去年同期较少，不过新型科技的需求大，出口年增率为9.2%降低到4.4%。另外，制造业持续有起，比顶个月增加0.82点至98点，创下6个月以来的高点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因为台积电它的目前在这个全球的一个半导体，它有独特的一个产业地位，还是会持续的囊括全球那么多数重量级客户的一个大单。棘手的其实还是在于救援 Intel 的这个议题。专家分析，台湾半导体产业未烦恼对顶关税的问题，亲像台积电晶片或者是 AI 服务器，若甲美国代工，落尾手成本也是会伫美国企业的分数顶。爱关注的是市场当咧讨论的台积电抢救 Intel， 也有川普3月初4按算对墨西哥甲加拿大实施新一轮关税政策。我是觉得不太会克。那你各位可以看到，现在川普就是给你一段时间，然后又同时要求，比如说他最近要求墨西哥，对中国课关税，也就是说由川普带头，然后同时会要求他的联盟共同对抗中国。专家分析，半导体扣税问题真复杂，美国政府未向公道来实施。另外，经济部主计总处按算25会公布上新经济成长率的预测，去美国投资的台湾厂若济，可能嘛会产生影响。公司新闻台北报道。